嚟參觀一下澳門賭王何鴻燊嘅頂級收藏 ，Let's go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芝麻丁喺新葡京酒店嘅大堂裏面，眼前呢座金山係用咗300斤純黃金打造嘅江南春景，從人物到景觀都雕刻到非常細緻。佢就係世界上最大嘅純黃金龍船，仿造咗乾隆帝下江南嗰陣時嘅場景，每一位人物嘅 pose 都唔同啊，長度有2.3米，分為5層高。呢個長毛象牙雕刻取自《西遊記》一個重要人物齊天大聖孫悟空。呢個雕刻好考手工，將猴子猴孫嘅生動形象雕刻咗出嚟，寓意子孫萬代鴻福齊天，真係令人歎為觀止。賭王最貴嘅一件收藏就係呢粒鑽石啦，D 式全美無瑕鑽石，估價已經去到1.4億美元啦。除咗呢啲，仲有當年康熙皇帝御用嘅雲龍文寶座、萬里長城雕刻品、純黃金製作嘅音樂鐘。想睇下賭王更多嘅收藏品，嚟呢度就冇錯啦。